嗱，面地咧越嚟越多嘅即係朋友北上啦、養老啦，其實喺呢個房協繼續推行呢個長者屋、呢個長者房屋入邊，其實有冇啲咩挑戰呢？我真係提到話，即係長者房屋，其實即係我哋呢個居家安老嘅概念咧，都即係20多年啦嚇。咁而一直都得到大家嘅支持咧，係有啲比較上廣受歡迎嘅項目咧，好似話即係我哋終身租住嘅模式嘅長者安居樂嘅計劃咧，其實而家都已經有3個啦嚇。咁另外一個屬於非資助性質丹拿山晉悅咧，咁亦都即係好受歡迎嘅嚇。咁除咗呢啲咧就終身租住模式，咁我哋嘅另外一個喺沙田裕明邨嘅松悅樓咁嘅終身免租俾一啲合資格嘅長者嘅寬敞戶咁即係等佢哋搬入去，又享受一個好啲嘅設施新嘅環境，咁享受終身免租嘅。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我哋好嘅基礎嚟嘅。咁但係你頭先話即係會唔會面對即係有啲北上去養老啊咁可能部分朋友會咁考慮啊。但係我諗我哋即係面對一個大嘅環境咧，就其實整體嘅香港嘅社會都係面對人口老齡化嗰個問題嚟嘅咁即係話，就算我哋繼續做呢啲長者嘅房屋嘅話咧，都好難滿足晒整體社會嘅要求啦。反而我哋有一個嘅新嘅方向去繼續支持呢個居家安老嘅概念，嚟緊一啲新嘅項目咧，包括我哋出租嘅房屋同埋出售嘅房屋咧，我哋都係會引入一啲可改動式嘅設計或者一啲通達嘅設計，方便咧入住嘅朋友真係能夠居家安老一啲嘅現時嘅間隔，其實咧我哋喺設計嘅階段咧已經諗定個職。就可以一啲簡單嘅改動即係唔需要牽涉到結構性嘅改動咧，能夠即係令到更加方便到輪椅嘅出入同埋即係喺廚房同埋即係或者廁所嘅設計更加可以即係做到一個通達嘅設計，方便即係院嘅轉換同埋一啲嘅櫥櫃嘅台面可以即係簡單嚟到移高移低。佢即係方便輪椅嘅使用同埋就咗長者嘅身體狀況咁其實呢個咧，我哋覺得反而咧係一個值得去推動嘅方向嚟嘅，因為我哋都睇到我哋入住我哋新嘅項目朋友咧，都可能啲年輕家庭咁，但係即係你一入住幾十年後，就隨住身體嘅變化，其實佢對於家居個設施同埋即係個設計嘅需要咧，可能隨住身體嘅情況有啲唔同嘅。咁所以我諗呢一個概念咧，就可以即係令到更加多嘅朋友咧，可以享受到居家安老。我哋成日呢排都講個好熱門嘅話題，就係打擊濫用公屋。你見到房委會咧喺唔同方面咧都落咗好多力喎。咁其實房協喺打擊濫用公屋呢部分又做咗啲咩咧？喺打擊濫用公屋方面咧，我哋絕對係同政府嘅工作一致嘅或者我哋起步點咧就冇房委會咁耐啦咁但係就自從喺2018年我哋有一個嘅富戶政策之後咧，其實即係唔同嘅工作我哋係做緊嘅包括喺2023年嘅時候咧，我哋都推出咗唔同嘅項目嚟到加強打擊濫用公屋措施亦都喺舊年嘅4月咧就推出咗加強版嘅富戶政策嘅咁啱啱今個月咧，我哋都即係參考房委嘅安排咧，都推出咗舉報濫用公屋獎咁亦都希望藉此咧嚟到提升公眾嘅認知同埋協助我哋嘅調查工作呢過去1年咧，其實我哋接獲到濫用公屋嘅舉報咧，就超過400宗嘅。咁呢個其實個相對於2023年係有全年有85宗咧，其實大大提升，上升咗啦。加強版嘅富戶政策實施之後咧，其實呢個係代表住戶需要更加頻密咁申報係咪喺香港擁有物業同埋即係佢嘅居住嘅情況嘅咁而喺舊年嘅申報期間咧，我哋亦都成功收翻有36個嘅單位咁而實施咗富戶政策至今
能夠成功回收嘅單位咧係有147個。嗱咁頭先我提到話喺月明村興建嘅松月樓呢一個嘅長者房屋咧，咁其實呢147個單位咧已經係2棟嘅松月樓嘅數目嚟㗎啦。咁對於我哋嚟講咧，覺得係一個即係明顯嘅成效嚟嘅嚇。即係我哋喺2023年咧，就都開始同土地註冊處建立咗個查冊機制。咁直到去年嘅年底咧，都已經有發現咗有27宗嘅懷疑擁有香港住宅物業嘅個案嘅嚇。咁而家正係進行進一步嘅調查啦嚇。咁亦都為咗確保公屋資源能夠得到善用咧，咁我哋會就住租約嘅條款咧，採取更嚴厲嘅措施嘅嚇。咁如果一旦證實咗一啲嚴重違反租約條款嘅個案咧，例如好似分租啊或者轉租單位啊嚇，咁我哋都會唔給予任何警告㗎啦嚇，直接係終止租約嘅。有啲朋友覺得我哋暫時好似多數嘅住戶都未納入呢個嘅富戶政策嘅範圍裏邊喎。咁但係我哋啱都喺呢個月咧開始咗同我哋嘅住戶溝通嚇，我哋係會有新嘅租約嘅安排咧，盡快將我哋所有嘅屋邨嘅住戶咧納入我哋嘅富戶政策裏邊㗎啦嚇。房協咧係政府嘅最佳拍檔，係一個房屋嘅實驗室啦。咁我就想了解一下喺未來房協喺呢個房屋實驗室嘅角色上面，仲有啲咩宏圖大計咧？頭先有提到咧，居家安老咧喺過去20年，亦都係即係房協一個工作基礎嚟啦嚇。跟住咧，我哋會喺一個新嘅商場啊，其實進一步將一個跨代生活圈嘅形式咧嚟到去引入去商場嘅概念裏邊嘅。咁嗱，呢個新嘅商場咧係喺即係啟德嘅1E1區啦嚇，會提供有30萬尺嘅商場嘅面積嚇。咁預計咧會喺2027年初嘅時候咧就可以正式啟用㗎啦嚇。我哋就住個商場啊嘅空間設計啊、揀選嘅商戶嘅組合啊，同埋安排活動嘅方面咧，都希望就住為到商場整體個氣氛啊，能夠締造一個跨代同樂嘅社區氣氛出嚟嘅嚇，促進咗唔同嘅年齡層嘅朋友嘅互動同埋幸福感嚇。嗱，我哋傾房屋問題咧，我相信我哋傾好耐都傾唔掂嘅。咁我諗今日咧，再一次咧就感謝陳欽勉先生啦，我哋房協嘅行政總裁咧，同我哋一齊傾偈。咁我哋希望各位朋友咧，就住香港嘅房屋發展咧，提多啲唔同意見。咁今日喺度咧，再一次咧，多謝 James 接受我哋嘅訪問。拜拜。拜拜。